60、70年代嘅香港係經濟起飛、工業最蓬勃嘅時候，但時至今日，真正做工業嘅人已經離開工廈，逐漸北移。唔同類型嘅租戶亦都開始出現喺工廈入面。今日帶大家走入工廠區，睇下避開地產霸權嘅小租戶如何開闢新出路。90後嘅 Jessica 喺2年前開設零食店，除咗因為工廈租金平，佢亦都揾到其他嘅優點。揀工廠大廈主要有2個原因嘅。咁首先咧，租金會比地鋪會更加平啦。咁第二咧就係方便我哋嘅運作啦。因為每一次翻貨嘅時候咧，我哋都係會用一個貨櫃咁形式翻嚟嘅。咁樓下有一個車場可以直接拆櫃啦，咁直接可以拉到班貨上嚟我哋鋪頭上面。咁所以我哋就會揀取工廠大廈啦。雖然店主發掘出唔少工廈嘅優點，但始終唔及一般連鎖店一樣，位處於地鋪，大型商場仲一間喺隔離，所以店主喺貨品嘅種類方面着手，揀啲市面上唔容易揾到嘅貨品作招來。咁揀選貨品方面呢，我哋就會飛去日本嗰邊啦。咁佢哋會有定期嘅食品展，去揀選翻佢哋新嘅 brand 又或者食品去入取翻嘅。咁我哋主要咧揀取嘅貨品咧，都係揀啲期間限定嘅貨品去吸引翻我哋嘅顧客嘅。店主搜羅咗各式各樣嘅限定貨品，固然可以吸引到一定數量顧客幫襯，但人流少始終係工廠區嘅一大挑戰，而且位處於工廈嘅上層。反觀大商場嘅人流就源源不絕啦。面對住樓上鋪人流少嘅問題咧，我哋主要嘅對應方法咧，都係透過一啲 online media 去 promote 翻自己嘅鋪頭嘅。咁例如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啦，咁我哋每日都會 update 翻唔同嘅食品又或者資訊上翻去，吸引翻我哋自己嘅顧客嘅。社交平台成為咗工廈零售商戶不可或缺嘅宣傳利器，客人只要利用手機就可以查詢到最新嘅貨品同埋優惠。另外，雖然位處於工廈，但係同一般做零售嘅連鎖店一樣，都會遇上淡季。而面對淡季，店主都有一套嘅處理方法。咁其實每逢大時大節過後咧，我哋都會有啲淡季嘅。咁主要咧，我哋會喺淡季嘅時候咧，會出席翻一啲酒店啦，係有個 private sales 俾翻啲員工，又或者去轉另外一個市場嘅，就係行批發嗰邊嘅。面對高昂嘅租金，一步一步咁扼殺小租戶，工廠區一早已經正起革命。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大家估唔到嘅新事物進駐工廈。